好多都覺得即係好多風水師或者好多預測都話2026年咧係一個大變之年，甚至係一個嗯審判年啦。只要見嗯翻咧，其實今年咧都有啲跡象咧，都即係一開年咧就係伊朗嗰度係變緊天，係啦。嗯。咁啊，到底有啲點樣睇今年嘅國際嘅發展咧？亦都請到四海上線，四海你好啊。你好，珍姐。踏入2026年咧，就有一單幾令人振奮消息，但係大家講嘅就係伊朗可能出嗯現變天，因為喺舊年嘅10月28號開始，其實伊朗喺中部城市啊，一個城市唔係好大嘅城市，爆發咗一個大規模嘅示威，慢慢演變成為暴動，跟住咧就擴展到去隔離嘅城市伊斯法罕。伊斯法罕係一個波斯舊帝國嘅首都，相當有名嘅。跟住事件咧就慢慢好似啲細胞咁樣，癌細胞咁樣擴展啊。到農曆年30號、31號咧，就擴散到全國示威。咁呢次點解會有咁嚴重嘅示威咧？最主要就係伊朗嗰個幣值，喺近一個月嚟係大幅度下跌，係崩盤。咁幣值崩盤呢嘢，中國曾經試過啦。國民黨倒台之前，咪喺上海金融風暴，大家你睇紀錄片睇到拎嚿銀紙啊，出去飲完餐茶分鐘唔夠錢找數，幣值崩盤就引發通貨膨脹，人哋生活唔到，梗係起嚟作反嘅啦。但係呢次嘅伊朗呢次大規模嗰個示威咧，有兩樣嘢咧係真係值得去留意嘅，就係伊朗人即係當啲示威者係嗌出一個口號係咩咧？不要高美尼，不要哈梅內伊，同埋迎接禮薩巴列維。禮薩巴列維咧就係前伊朗國王巴列維嗰個太子。而流亡美國嘅禮薩巴列維咧，亦都同時公開呼籲伊朗人把握自己，要企出嚟推翻呢個神棍政權。即係所以而家事件喺度發展緊。喺尋日咧，我睇到啲新聞咧話懷疑伊朗嘅革命衛隊咧就已經向群眾開槍，但係未經證實嘅。亦都有消息話，伊朗嘅軍警咧就有部分嘅軍警已經投向呢個示威者嗰度，就對抗翻呢個中央，同埋喺中部城市嗰度某啲嘅革命衛隊嘅基地啊，已經俾示威者攻佔咗。因為伊朗有新聞封鎖，而家最新嗰個進展係點樣？冇人知。但係 Donald Trump 特朗普咧已經公開警告咗伊朗，要佢唔好開槍鎮壓。如果開槍鎮壓，美國可能會介入。但我唔知係點樣介入啊？係咪先？你鞭長莫及，你想點樣介入？你可以點樣去介入？又冇人知。嗱，點解我前面話佢提出呢兩樣嘅嘢比較上係值得關注嘅？就係話歷次咁多次伊朗嘅所謂嘅大規模嘅運動，係冇咁清晰去講，有講過打到哈梅內伊，甚少講話打到高美尼，但係呢次又講。